只要一滴血就可以檢測出幾百種疾病、癌症、糖尿病，甚至係你身體入邊最細微嘅變化，全部無所遁形。聽落好似係科幻電影，但係喺10年前，全世界最聰明嘅一班人都信以為真。大家好，歡迎返嚟心流研究所，我係阿玲。今日咧，我諗同大家講嘅唔單止係 Theranos 呢間公司點樣呃人，而係一個更加令人心寒嘅問題。點解包括美國前國務卿 Kissinger、傳媒大亨 Rupert Murdoch， 甚至係身經百戰嘅軍方將領，呢班掌握住世界權力、閱人無數嘅精英，會被一個當時只有19歲、從史丹福輟學嘅女仔呃得透透徹徹呢？係佢哋蠢，定係 Elizabeth Holmes 嘅演技太好呢？其實答案可能比我哋想象中更加貼近人性嘅弱點。今日我哋試下撕開嗰件黑色高領衫，睇下隱藏喺矽谷神話背後嘅心理機制。喺解構佢嘅心理操控之前，我哋必須要先知佢到底搭建咗一個幾咁完美嘅舞台，令到全世界都願意買飛入場。故事嘅開頭簡直係完美嘅荷里活劇本。Elizabeth Holmes 出身名門，細個就已經係學霸啦。19歲嗰年，因為驚打針、驚見到血，佢毅然由史丹福大學輟學。佢嘅願景簡單又性感，告別粗大嘅針筒，告別幾桶咁抽嘅血。佢話只要拮手指一下，攞幾滴血放入去一部叫做 Edison 嘅神奇機器度，幾個鐘頭之後，你嘅手機就會收到一份詳盡嘅驗身報告。價錢只係傳統驗血嘅1/10。試諗下，如果你係普通市民，你會唔會心動啊？如果你係投資者，見到呢個將會顛覆成個醫療行業嘅技術，你會唔會想分一杯羹呢？靠住呢個故事 ，Theranos 嘅估值一路狂飆到90億美金。佢被《時代》雜誌選為全球最具影響力嘅100人，被福布斯封為全球最年輕嘅白手興家女富豪。當時嘅佢係矽谷嘅寵兒，係無數創業家嘅偶像，更加係女性力量嘅象徵。表面睇落去一切都無懈可擊，除咗一件事，部機從來都冇成功運作過。但係當時冇人知，因為佢將自己包裝得實在太好。為咗令成個謊言更加令人信服，佢做咗一個好極端嘅決定。首先呢，我哋要翻去2014年嗰個係獨角獸最瘋狂嘅年代。Elizabeth Holmes 佢冇選擇做一個普通嘅創業家，佢選擇咗做一個角色。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佢永遠都係着住嗰件黑色高領衫呢。佢刻意模仿 Steve Jobs， 連眨眼嘅頻率都異常咁低，甚至將自己原本比較高嘅聲線強行壓低，變成充滿磁性嘅男中音。First they think you're crazy, then they fight you, and then all of a sudden you change the world。呢個唔係單純嘅 cosplay， 喺心理學上呢個叫圖騰借用 totem borrowing。當佢着成咁企喺台上面，觀眾嘅大腦會自動將佢同 Steve Jobs 連結埋一齊。大腦會同自己講：哦，原來佢就係下一個改變世界嘅天才。佢賣嘅產品叫 Edison， 一部聲稱可以由一滴血做幾百項檢測嘅機器。但係現實係點？公司內部嘅工程師每日都活喺恐懼之中，部機根本運作唔到。裏邊只係用膠紙黐埋嘅機械臂，甚至偷偷地用緊西門子嘅儀器嚟出報告。你可能會問：咁大個謊言，點解冇投資者去查證呢？呢個就係最吊詭嘅地方啦。Elizabeth Holmes 設下咗一個好強大嘅現實扭曲力場，佢利用咗矽谷最大嘅焦慮 FOMO Fear of Missing Out。佢同投資者講：你唔投冇所謂，但係如果錯過咗下一個 Apple， 你會後悔一世。喺極度嘅貪婪同恐懼面前，盡職審查 due diligence 變成咗廢紙。嚟到呢度，我要同大家引入一個心理學概念，去解釋點解呢場騙局可以維持咁耐。呢個叫承諾升級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或者叫沉沒成本謬誤。當嗰啲大人物，例如 George Soros，公開支持咗 Theranos 之後，佢哋嘅名聲就已經同呢間公司綁埋一齊。當有人提出質疑，例如 Schultz 嘅孫仔 Tyler 發現數據造假， Schultz 嘅第一反應唔係去查證，而係憤怒。點解？因為承認 Elizabeth 係騙子，等於承認自己係傻仔。為咗保護自己嘅 ego， 大腦會自動過濾所有負面資訊，啟動最強大嘅防禦機制，確認偏誤。佢哋寧願相信一個美麗嘅謊言，都唔願意面對殘酷嘅真相。
Elizabeth 最犀利嘅地方唔係佢識得講大話，而係佢識得利用人性對奇蹟嘅渴望。醫療體系太貴太痛苦，我哋太希望有一個救世主出現，話俾我哋知其實一滴血就可以搞掂。佢販賣嘅唔係醫療科技，佢販賣嘅係希望，而希望係世界上最好賣嘅毒品。講到呢度，如果你以為故事就咁完咗，你就太睇小 Elizabeth Holmes 嘅心理質素。最近網上面好多人傳佢捲土重來，其實係因為佢做咗一件令心理學家都毛骨悚然嘅事。佢殺死咗 Elizabeth， 喺入獄之前，佢突然改名叫做 Liz。佢除低咗嗰件標誌性嘅黑色高領衫，掉咗支鮮紅色嘅唇膏。佢開始素顏，將把聲由低沉嘅男中音變翻做溫柔嘅細路女聲。佢同傳媒講：以前嗰個 Elizabeth 唔係我，嗰個只係我為咗做生意創造出嚟嘅角色。而家呢個抱住 BB 推住嬰兒車嘅 Liz 先係真正嘅我。即使嚟到2026年，佢喺德州監獄服刑緊，佢依然嘗試透過各種渠道向世人展示佢係一個被誤解嘅好媽媽。呢個喺心理學上邊叫做馬基雅維利主義 （Machiavellianism） 嘅極致表現。一個真正嘅操控者，佢嘅自我係流動嘅。當市場需要強人，佢就係 Steve Jobs；當法庭需要同情，佢就係無辜嘅母親。佢根據觀眾嘅需求，隨時切換自己嘅靈魂。咁大家試下諗深一層，呢個先係最恐怖嘅地方。佢冇悔改，佢就係換咗個劇本。所謂嘅捲土重來，唔係生意上嘅東山再起，而係佢對人性弱點嘅再一次收割。講到呢度呢，大家可能會覺得 Elizabeth 咧係一個十惡不赦嘅壞人，又或者覺得嗰啲被呃嘅人好無知。但係喺深夜靜落嚟嘅時候，我哋不妨問下自己：我哋嘅生活入邊有冇試過跌入同樣嘅陷阱呢？有冇試過喺職場上明明知道個 project 已經爛尾，但係為咗唔好俾老細鬧，我哋選擇用更華麗嘅 PPT 去包裝佢？有冇試過喺段關係入邊，明明知道對方唔適合自己，但係因為投入咗太多時間，所以不停催眠自己佢會改嘅，一切都會好起嚟嘅。矽谷有一句名言叫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呢一句話本身好勵志，但係 Theranos 嘅故事話俾我哋知，當 fake 越過咗底線，當信念脫離咗物理現實，佢就唔再係夢想，而係毀滅。其實我哋每個人心中都住住一個微型嘅 Elizabeth Holmes， 我哋都想行捷徑，都想成為嗰個特別嘅人，都想相信奇蹟會發生喺自己身上。Theranos 嘅神話最終破滅咗，留低嘅係一地雞毛同無數病人嘅創傷。但係呢個故事俾我哋最大嘅啟示係咩？真正嘅創新從來都唔係着住黑衫喺台上講故事。真正嘅創新咧，係喺實驗室入邊面對住一次又一次嘅失敗，依然願意承認我錯咗，然後重新嚟過。誠實先係最高級嘅智慧，接受現實嘅不完美，接受成功需要漫長嘅積累，或者先係我哋喺呢個急功近利嘅時代最需要修煉嘅心法。最後啦，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啦。你有冇試過為咗維持一個人設或者形象而講過一個令你至今都冇辦法收科嘅大話？歡迎喺留言區同我分享你嘅故事或者你嘅懺悔。如果中意我哋嘅內容，記得撳個訂閱，開埋個鐘仔。我係你嘅心流導航員阿玲，我哋下一集再見。